继续来去美国来关心美国的三大车厂的罢工行动，即马有重大成果。拜一的是传出通用汽车已经向工会达成协议，公司即马同意讲4年半之内薪水会加超过3成。这个加薪水的内容和其他两间车厂是差不多的，所以汽车员工罢工6礼拜，即马总算收煞。位伫密西根的通用汽车厂化工人选择官方也标记执行罢工，到伫因坚守罢工纠察线超过6礼拜了后，总算传来工会甲资方达成协议的好消息。I think that was a relief for everybody. You know, like we have an agreement, so something's on the floor, so we know we won't be out here long. 这是美国三大汽车厂工人自9月15日起发起联合罢工，必须福特甲斯泰兰提斯车厂伫过去1礼拜内连续让步了后，汽车工会过一大胜利。根据初步协议，通用同意甲其他两间车厂采取类似方案，伫4年半内实质加薪超过3成。若还未达到相关薪水水准的计价员工，加薪幅度可能达到1.5倍。另外，退休金也起33%。伫劳资双方最后达成共识，捌停罢工行动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感觉欢喜。They have reached a historic agreement and a hard-fought agreement that was really battled for a while, but it was all done in good faith. 美国三大汽车工会成员有我15万人，这届罢工高峰时期，上侪有我5万人参与，期间造成资方数十亿美金的损失。有专家烦恼，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后，车厂可能将压力转去消费者的身上。There could be some pricing pressure, cost pressure as it relates to the labor rates. Understood. We have different ways and different levers we can pull there. Maybe get some efficiencies within the facilities. 分析认为，美国汽车工会罢工的成功案例一定会加速其他产业工人的典范。未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会加速趋势。那参与罢工的汽车工人表示，会伫业者正式宣布协议内容了后，登到工作单位。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